刘德燕，加热水怎么开啊？一条鱼把你美成这样，我要是不把鱼捞上来，你丫以后看我是不是绕着走啊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既然来钓鱼了，就踏踏实实的钓。像你一样总看手机算什么事儿？我后来不是关上了吗？你看这不是关上了。啊，小儿，送你2条，您要不拿回去帮我们给炖了？你要搁我爸手里啊，又糟践了。你爸做鱼挺好吃的，最近可有长进了，你是没吃着。行，哎呦，我把鱼拿回去，炖好了我给你们拿过来啊。好，谢谢婶啊。没事。多不合适这。有啥不合适的呀？真是。爸啊，我跟你说呀，等会儿顾海他要说再留在咱家吃饭，你千万别答应他，说咱家饭特别难吃。怎么难吃了？你周婶做的挺好吃的，这鱼是你们2个人钓的，你怎么不让人家吃啊？不是，我是想把鱼送他们家去，他们家离咱家又不远，对吧？行啊，儿子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哎，哟，洗完了？洗完了，哎，还行吧？挺好的。那个叔啊，要么我一会儿在你家吃饭得了。你想走我也不让你走啊！是的，就在这吃，吃饱再走啊。好嘞，走。大海啊，以后有空常到家里来玩啊。好。你
秦子，一会儿送送你同学。叔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慢走啊。好，那就回去吧。先走。你家离这多远？怎么着？让去我家坐坐啊？没有，就让送送你。哎呀，都难的，有什么好送的？回去吧，天凉了。我呀，骑着10分钟到家了。走吧。哎，你为什么要用艺术字写名字呀？嗨，那个呀，是我女朋友找人设计的，非让我学着写。后来我一直写就习惯了，改不过来了。这是个不好的习惯。白老师教示对。你喜欢狗吗？嗯，一般再凶猛的狗看到我都会温和下来。你要是喜欢，哥们儿明天送你一只。你那么穷，买得起吗？哎，怎么走了这么久，你家还没到呢？我这推着走肯定慢啊，我骑上马上就到了。得，我骑上了啊，你回去吧，我走了。走了。哎，走了，拜拜。大爷，我自行车在您家呢，我下去捡一下成不成啊？行行行，这怎么从上面掉下来了？你在墙上骑呢？我先捡完呀，我就扔回来，不耽误您事儿。行了行了，别扔回去了，从这门口推出去吧。就等你这句话呢。好嘞。走了，大爷啊。这多好的小伙子呀！可惜啊，是个傻子。等我呢。谁等你？你还行不行？不行我来。这都快到了，说这话还有意思吗？
哎，等会儿你开慢点，再慢就迟到了。我觉得后边骑自行车人那么像大海啊。哎，别说，真有点像。我觉得就是。是什么是啊？你瞧那穷酸样，能是大海吗？再说了，大海自己好几辆车呢，犯得上骑自行车吗？哎，大海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哎，同学，问一下，顾海在这个班吗？顾海有人找。你怎么来了？说我怎么来了？2天了，你电话一直都打不通，再联系不到你，我还以为你遭人绑架了呢。我这不没事吗？手机掉河里了，我也没钱买新的，联系不上你。这是，你爸怎么能这样呢？就算把你轰出来，也不……小点声，同学都能听见。你爸到底怎么折腾你的，把你弄成这副德行？别拽了，再拽坏了。行了，别闹了，中午放学把你送回去。我不走，我请了3天假。你请假了，我没请假，你要自己在这逛3天吗？你不会逃课吗？你以前逃的课还少吗？我1宿没睡跑来这儿找你，都换不来你1节课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没空陪你。我知道了，你在这里有女朋友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再说这种话，你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啊！我就算要滚，我也得先把事儿给摸透了。你要觉得我陪你时间不够，我现在就找老师请假，回去你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。但是在这儿，不成。为什么？什么事都有原因吗？我想你坦诚对我。我金露露没那么贱，你要是真有个女朋友，你不轰我，我也会走的。那你走吧。你们老师这节课讲的课你都听懂了吗？我们老师讲的我一句都没听懂。我也听不懂。我会算命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准。来来来，我来帮你看一看啊。这个手相是……不用了不用了，我要去厕所。作业写完了吗？作业那么多。听说咱们学校来了很帅的男生啊？啊，好像我听人家说叫联赛。哎，刚才那人是你弟吧？你弟？那是谁啊？我女朋友。貌似有人打架。这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养璇啊。怎么了啊？抢我男朋友是我让你知道。我没有抢我男朋友。没有。干什么？别拦我！别拦我！揍死你个贱人！别拦我！放开我！给我放开！你说顾海怎么全上他了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你不是天天和他在一块儿吗？他都没告诉我你那女朋友的事儿。谁和他天天在一块儿呢？你呀，以前吧你俩是死对头，现在又天天在一块儿。我跟杨猛都特纳闷。哎，在一块儿就在一块儿，又不是谈恋爱，至于这么敏感？